多謝代主席。咁我咧就安排啦，就住呢一個環節咧講下醫療健康嘅。衷心感謝特區政府啦喺2025年施政報告當中咧展現對醫療政策嘅重視同埋改革嘅決心。報告內容咧唔單止展現咗政府對市民健康福祉嘅深切關懷，亦都體現咗咧政策思維嘅積極同埋前瞻，係令人鼓舞嘅，亦都係值得高度肯定。特別咧係感謝政府成立引進創新藥物及醫療器械辦公室，象徵住咧政府嘅思維政策由被動轉為主動，亦都標誌住我哋香港醫療創新邁向新嘅階段。回顧翻自2022年以嚟咧，我哋同病人組織咧都一直合作，持續咧反映藥物註冊同埋納入藥物名冊嘅流程係較緩慢，令到病友咧苦不堪言。每年嘅施政報告咧，我哋工聯會都積極爭取國藥港用、好藥平用，甚至乎咧國藥快用。今年嘅施政報告咧，都終於回應我哋嘅訴求，提出加快抗癌藥物同埋相關創新醫療法嘅轉化應用，亦都透過一家嘅機制咧，係加速審批同埋評估咧，納入醫管局嘅藥物名冊。呢個政策咧，正係呼應住我哋工聯會長期嘅倡議。其實咧，我今年都同內地嘅一個智庫鍾南山基金會都做咗一份研究報告嘅。雖然呢係唔能夠趕及做議員議案，但係我相信咧喺其他嘅平台都可以向我哋政府係反映意見，都希望咧係幫助縮短創新藥物引進嘅流程，尤其是咧係針對嚴重同埋罕見疾病嘅醫療需求，為患者帶嚟更快更有效嘅治療選擇。歡迎政府積極拓展區域合作，透過大灣區臨床試驗協作平台，吸引更多國際藥企嚟落戶香港，促進創新藥物同埋器械嘅引進，進一步鞏固我哋香港作為亞洲醫療創新樞紐嘅地位。除咗係我哋灣區嘅臨床試驗其實都可以建議諗下我哋做一個灣區嘅聯盟去做上市，令到我哋嘅藥企有更大嘅誘因。呢啲嘅措施可以話係達到4贏。第一就係提升我哋香港喺全球醫療科技領域嘅競爭力，更加主動咁樣吸引藥廠嚟我哋香港註冊。咁我哋嘅醫藥界相信會好歡迎嘅，醫藥界贏啦。第二就係為患者帶嚟希望同埋福祉，病友贏啦。第三就係響我哋辯論嘅第二個環節啦，其實財政司司長都有提到啦，我哋所帶嚟嘅一啲經濟收益，藥企嘅進駐。咁呢個係經濟贏啦。第四就係幫助內地嘅藥物出海，內地嘅藥企贏，所以就係4贏嘅。咁所以就住施政報告醫療呢部分其實大家都好期待嘅。當財政預算案同埋我哋施政報告都係就住醫療有唔同嘅着墨啦。其實我知道內地嘅醫學界嘅反應都好熱烈嘅。喺我哋每一次有大政策出台都會有內地嘅專家同我哋分享嘅。仲特別係提到一位復旦大學教授專門研究嘅魔法子彈，就係一種抗癌精準嘅藥物。喺醫學領域就係抗體藥物複合物。呢一類嘅創新療法就融合咗免疫療法同埋化學療法，能夠更加有效咁樣針對腫瘤細胞。可以延長患者3到5年嘅存活期。展現咗國藥科技而家嘅卓越成果。復旦大學嘅附屬腫瘤醫院副主任醫師邱立生就話：呢一粒嘅魔法子彈係可以為我哋打出國運嘅。我相信隨住我哋嘅醫療政策可以係逐步拆牆鬆綁新嘅療法都可以嚟到我哋香港嗰度應用，亦都可以幫助我哋呢啲喺內地嘅創新療法可以出海嘅。另外我哋都進一步建議優化港澳藥械通嘅政策，考慮擴展至更多嘅醫療機構，例如三甲醫院、區域醫療中心。同時亦都應該積極探索將政策適用於罕見病同埋一啲癌病需要嘅創新療法領域，進一步提升醫療嘅可及性。我哋都建議加強粵港澳3地嘅監管協調，推動藥械註冊標準互認，減少重複審評，建立綠色通道機制，針對臨床急需嘅而且具有突破性療效嘅藥物同埋器械試行先批准後補資料嘅快速審批模式，爭取更多嘅病人參與臨床試驗同埋試藥名額，加快入藥嘅流程。喺基層醫療方面施政報告提出擴展醫管局家庭醫學門診預防篩查同埋護理服務，增加服務量，逐步
將現時家庭醫學門診嘅延長服務時間常規化。咁我哋咧都係相當歡迎嘅。以我服務嘅葵青區為例啦，根據2024年統計處嘅數據顯示啦，65歲或以上嘅長者比例咧係高達2成4嘅，亦都係全港排名第3，反映咗咧我哋葵青區人口老化嘅問題嚴峻。當區咧有12000人嘅人口啦，部分嘅公共屋邨咧出現零西醫嘅情況。而零西醫嘅情況咧，其實都比較普遍嘅。除咗係我哋葵青安蔭邨啦，甚至乎喺我哋荃灣象山邨都有咁嘅情況。都建議咧政府按各區嘅人口密度同埋醫療需求，制定地區夜診服務計劃，特別喺零西醫嘅屋邨咧設立分級夜診服務，包括咧係一般夜診啦，亦即係晚上6點至到9點，同埋特別夜診，亦即係咧晚上9點打後嘅通宵服務等等。去增加服務嘅供應量，舒緩基層醫療資源分佈不均嘅情況。我哋都支持咧政府推出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平台，以試點嘅形式咧推行乙肝篩查。另外咧，肺癌亦都係我哋香港第1號嘅致命癌症。2023年咧合共有3880人咧係死於肺癌嘅，佔咗癌症死亡人數嘅6%。咁我哋都樂見啦，政府委託咗本地大學以 AI 協助肺癌篩查，提升咧篩查效率同埋準確度，展現咗咧科技同公共健康嘅結合。為咗提升市民參與篩查嘅動力咧，都建議政府喺政策正式落地嘅時候，增加完成篩查同埋完成治療嘅經濟激勵。例如咧喺市民完成篩查之後咧，都可以咧係有啲回饋俾佢哋，令佢哋提升咧社區嘅參與力，亦都咧可以按住篩查服務執行嘅情況咧，逐步擴大各種篩查嘅名額。我哋都建議咧設立行業計劃咧，針對慢病高風險嘅行業咧進行定期嘅篩查。喺宣傳教育上面咧，相信咧，我知道而家麥局長都聽緊，就係喺區議會啦，同埋我哋3會以至咧我哋關愛隊咧都可以幫助一齊咧去做宣傳教育嘅。咁啊，相信咧市民咧可以為預防我哋疾病咧，亦都有更多嘅長期效益。再嚟咧，就為咗提升服務鏈嘅連貫性咧，都建議政府優化現有嘅篩查同埋治療資助對接機制，確保咧篩檢異常嘅人士咧能夠順利可以咧係接受到治療。例如咧肺病、骨質疏鬆等等一啲檢測咧，都係列為常規嘅篩查項目，同步咧制定後續嘅治療。以上3方面嘅建議咧，都係以市民健康為本，旨在提升醫療可及性，強化基層支援，推動創新發展。我哋期望政府咧能夠持續深化改革，完成我哋一啲制度嘅設計，可以咧加快政策嘅落地，推動香港醫療政策邁向新篇章。最後咧，衷心感謝行政長官同埋政策團隊喺施政報告當中展現嘅遠見同埋承擔，唔單止回應咗社會所需，亦都為市民嘅健康注入新希望。我哋工聯會咧一定會同政府並肩同行，凝聚社會力量，共建一個更健康、更多關愛嘅香港。因為時間所限同埋分工嘅安排啦，青年置業豐富、青年置業階梯、勞工就業問題等等，又或者社福問題啦，咁我都會喺其他嘅平台啦繼續跟進。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睇完呢條片，如果中意嘅話，記得要讚好、留言同埋分享俾身邊嘅朋友，仲要訂閱埋我陳詠欣 Jovi Chan 嘅 YouTube 頻道，撳埋 See First 隔離個啷啷，咁你就唔會錯過我任何一條短片噶啦。我哋下一條片再見。